開心、好興奮同埋好緊張，因為第一次新歌發布嘅第一日就有機會見到大家，亦都好安心令到我見到大家。好，咁啊，先唱一首歌送俾大家先。我聽到好多朋友仔其實都好想聽呢一隻歌，咁啊，但係我都唔係話唱得好密啊，咁啊，所以我都覺得喺今日嘅開場嘅時候想送俾大家。心死過1000次，還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試，留一通熱線，就當我是代替品，還請照顧備至，自願去優質，守好朋友名義，我甘心當個自由共你相依，又怎會有別個似我，全是出於愛意。打錯了後開心過，你講我知。Thank you。大家有冇聽新歌啊？在山洞外等你，大家有冇聽？有冇 loop 啊？真係有 loop。今日為大家除咗新歌發布之外，都有兩個好消息。先公佈咗第一個好消息之後，嚟緊會去電台宣傳啦。對我嚟講係咪一個好消息啊？係啊，暫時將會喺呢個5月27號，係啊，會去電台宣傳嘅。咁啊，到時見啦。第二個開心嘅嘢就係大家可以預留定7月18號，我將會有一個係 mini 嘅音樂會，因為差唔多播 MV 啦，咁啊，我想大家先放鬆一下個心情先。出口處給你一盞油燈，寒夜來更着緊，早擺着備用衫褲鞋襪。當水過沒有痕，傷痛漸成趣聞，想找我一起逃離夜暗，能亂入心。我走不遠亦不靠近，無限期繼續等。多謝大家。咁啊，有冇差啲咋？我毛管戙啊，少少，係有少少毛管戙嘅，係啊。大家睇唔睇得明？明。係咪都簡單易明啊？其實今次同導演傾之前咧，我自己大概都有一個 concept 係想做一個點樣效果嘅一個 MV 咧。咁啊，其實我都有同導演傾過幾樣嘢嘅。咁啊，第一就真係唔想喺個山洞度拍嘅，係啊。咁啊，同埋第二就我想同小朋友拍嘅。咁啊，因為我都想大家聽在山洞外等你呢隻歌嘅時候，唔會一下子就聯想咗係講愛情。係啊，片石呢一 part 咧，我想講係嗰一下係真係我嘅，係啊。咁啊，我到時會喺 IG 度 po 一條片係即係鏡頭背後。其實我本身咧就冇認真研究過，但係我知道片石咧係要揀啲薄嘅石。掟咗幾下，我諗掟咗1-2下啦。咁因為咧，其實佢擺定咗個機位，咁佢目標咧就係Andy 你陣間片咧，盡量片到呢條直線就 OK 㗎啦。呢一 take 係最後一下，係啊，呢一 take 係最後一下，然之後係真係片到一個好靚嘅直線。我都係睇片先知，哇！原來片得咁勁。咁所以我都覺得呢一隻歌，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
如果大家唔知道在山洞外等你呢隻歌係點解呢？其實你可以理解為免費升級嘅前身。當你在喺個山洞入邊休息完，你覺得 ready 行出去呢，你就會免費升級咗㗎啦，係啦，就係咁簡單㗎啦。出口處給你一盞油燈，係啊，我中意呢個，因為其實我係覺得呢一句係幾概括到我自己幾想去同大家做嘅一樣嘢。我好想去為喺大家嘅生命之中去點火或者去加油咯。有啊，你有啊。係啊，我拉興大家咯，最叻就係。係啊。呢一個首播會都係，for我自己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親口去多謝在場每一位。我係好開心見到係去到自己出道嘅第4年，嚟到我嘅第6首單曲，可以有一個機會同大家喺我出歌嘅呢一日，去一齊欣賞 MV， 分享出新歌嘅呢個喜悅。我係一個好想將自己做到最完美嘅一個人，所以我好容易就會因為一啲唔同嘅事而影響自己嘅情緒。咁但係大家教識我，原來人係冇完美嘅。就算我唔係完美，喺你哋心中，你哋都會繼續支持我。所以係對自己更加有信心。係啊，即使我呢一刻唔係完美，但係我一定會更加努力，繼續去做更多好嘅作品，去報答每一位去接受我呢份唔完美，同埋係去好好去感謝大家對我嘅愛，同埋可以因為鍾意 Andy 而覺得自豪。多謝大家。呢一段時間真係好唔容易，亦都好多謝每一個人嘅支持，特別係今日嚟到呢度嘅朋友仔，或者冇嚟到呢度嘅朋友仔，我都知道大家係好錫 Andy， 所以我都想落嚟去俾個少少嘅溫暖大家。你想要咩啊？大家如果鍾意嘅話，記得翻去多啲 loop 呢隻歌，loop 呢個 MV， 送俾大家，在山洞外等你。寒夜來更着緊，早擺着備用衫褲鞋襪，當取過沒有痕，傷痛漸成趣聞，想找我一起逃離夜暗。能亂入心，至少這樣不會遺憾。一天你掉過頭，知道面前有人，這隱蔽的深處成就了旋律歌韻。Thank you。Anniversary 要唱咩歌㗎？
呢邊嘅朋友仔先。超快速。世界。